好，咱们再来1个小时啊。159页最底下一行啊。第二种情况，比拟助词大日用在动名词或动名词词组之后，构成补语。位于动词且之前，比拟动作的结果像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像什么呢，用在这个动名词后边，前边是用在名词后边，现在是用在动名词后边。就是说它不可能用在动词后边，它那个动词也要名词化。用在动名词后边呢，就构成补语。这个如果用在动词且前边，就是大日且这个词组，实际上就是且咱们知道了是做的意思。大日且就是咱们直接看吧，160页上边那一句话第5句话的最后2个字就是这个词组。咱们看啊，大日且，大日且就是什么呢？大日是像什么一样，且是做成像什么一样，也就是做样子的意思。他说比拟动作的结果像什么，就是做成什么样子，就是说实质上不是那回事，他只是把那个样子做出来，就是装作什么样的意思。做的像什么一样，就是装成什么样子。咱们来看具体的话，就能够把这个意思记确切了啊。咱们来看，拉妹洗沙西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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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妈加上一个沙，就是它做主语。这个上师干什么呢？洗，动词是洗，就是看的敬语。上师看什么呢？后边是撒，地，就是地方，一个地方。洗是不定指，就是某一个地方。都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拉丁，就是在上师看的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这个看实际上就指看到，就是在一个上师能够看到的地方。你看下边，在一个师傅能看到，这是米拉日巴了。米拉日巴跟他师母啊要表演一个要做戏。做戏呢是为了让师傅看的，所以他俩做这个戏啊必须在一个师傅能看到的地方。就是师傅的目光所及的地方，他跟师母在那表演。咱们看他们表演什么啊？他雅东作角色，他雅东作角色，他雅东作角色，他雅东作角色。他是现在我，然后呢，东是打发，就是派遣打发，着走，打发走。觉是做的敬语，赛日说，这是谁说呢？这就是这个米拉日巴说，这要根据前后文能判断出来。在一个师傅能看到的地方，米拉日巴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觉就是他对师母说请您，这个觉是个敬语了，说请您做这样一件事儿，请您这样做，请您做什么呢？东着放我走，打发我走，让我走，把我派出去。请您放他雅，现在请您放我走，让我走吧。说这么一句话。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了解情况你就能理解他这个意思了。就是米拉日巴在师傅那老不教的口诀，这个他着急呢，他这个他就跟他师母不是帮着他求师傅教的口诀嘛，师傅不教，所以呢他就想怎么想办法逼着师傅教，他就想你再不教我就走了啊，吓唬他师傅啊，就是他走呢，他怎么吓唬他师傅呢？也不能当面跟他师傅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他就跟他师母表演，就是他在一个师傅能看到的地方，他对他师母说你看他这个翻译的啊，这下请放我走吧啊，
就是他师母一直不放着走，所以呢，他就是表现出来我就是要走，所以呢，他让他师傅看到的地方，对他师母说，这下请您放我走吧。然后后边行着瓦达尔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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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是和，就是一边说了这句话，一边还要做一个动作，做个什么动作呢？着瓦是走，达日样子就是像什么一样，像走一样，且做像走一样的样子，做样子，咱们不是说吗？像什么一样，做的像什么一样，就是装作像什么一样，装作要走的样子。你看下边翻的说，装作要走的样子，就是实际上他不是真的要走，因为他要学法嘛。但是他师傅不教，他想逼他师傅教，所以他装作要走的样子，就让他师傅着急。他师傅一着急教了他了，就完了，就是表演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呢，他这个意思咱们就明白了。所以这个达尔切就是做的像什么一样，就是装作像什么的样子，就是这么个意思。好，咱们来读一下啊。拉麦西沙西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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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雅东卓觉塞尔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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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瓦达尔切，着瓦达尔切，着瓦达尔切。着瓦达尔切。下边还有一个例句，也是说明这种情况，咱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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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先说后边这撒吧。撒是吃的未来时，吃的未来时一般表所，就是所吃，就是撒一般表示食物、食品，撒。咱们前头出现过这个色东，就是食物、食品。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妇女。这个不知道这个意义上怎么联系过去的啊？食品，所吃，一个是食品，一个就是妇女。有时候指夫妻，就是夫妇一对夫妇，一对夫妻。但是相当多的时候就是指妇女、女人。这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那纳。那纳姆是这个女人的他们家的姓。那是鼻子了，南是天空，这个不知道怎么这个意思就不猜了啊。这反正是他们家的姓，这个姓的这个撒就是这个撒呢，在这儿呢，她这个女人呢还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谁呢？她是这个妃子，国王的妃子。说这个那南撒就是叫那囊妃，那囊妃。这个那囊这就是译音了，这个妃子，她看她干什么啊？假灭扎日穷，假灭扎日穷，假猫呢？假咱们说过是这个地方啊、区域啊、国家呀。猫是女性化，这是一个简缩的词。这个呢，译成金城公主就是什么呢？就是她应该是哪个地方的公主，就是假什么地方的公主，在这给简称了，就是假猫，就是金城公主。假灭就是金城公主的扎，不要那个ရာ，扎是根，就是一个大树的根，树根、眼根，根的意思。ရာ就是在根那里，在根那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跟前，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人吧，就是脚是根儿，在跟前就是在你脚跟前，就是到你跟前。穷就是出现来到，说这个那囊妃呢，来到了假灭扎日，就来到了金城公主的跟前，到了她的根儿这啊，到她跟前了。然后啊，
信度罗涅瓦达日切内，信度罗涅瓦达尔切内，信度罗涅瓦达日切内，信度罗涅瓦达尔切内，非常的，罗是心，涅瓦是近。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距离上的近，在抽象意义就是亲近、亲密，就是亲密心、亲近心，也就是非常亲近的心意，达日切是做像什么一样，做的像非常亲密的样子一样，装作非常亲密的样子一样。所以这又是这个这个两个句子学语法现象，就是达日切就是做的像什么一样，做的像什么一样呢？像这个非常亲密的那样的一样。就是做了这个样子之后，他来到这个金城公主面前，装作非常亲密的样子，看他干什么呢？亚灭普琼戳的，亚灭普琼戳的，亚灭普琼戳的。亚灭普琼戳的，金城公主的儿子琼小儿子，那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小到这个还在怀里抱着了啊。金城公主的小儿子戳夺去夺走之后，就是他为什么要装作非常亲热的样子呢？他不装亲热的样子，人家不给他孩子，他装作非常亲热的样子，当着我抱抱这孩子，他就把这个金城公主的小儿子给夺去了，就给抱走了，抱到他怀里了。然后呢，俺让了给把引诺塞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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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我自己这里，在谁那里，就是属于谁。咱们说过那个谁有什么东西，就是要主语要在谁那里，属于谁，属于我，在我这里，在我自己这里。给吧是生老病死的生，银诺是在我这里生的，直接翻是我自己生的。银诺塞日说，他装作非常亲热的样子，到金城公主那把他的儿子拿过来之后，就说这是我自己生的，这是我生的孩子，就是耍赖了，就是啊。下边晕切索，晕前边出现过一次，就是诬赖、歪曲。这下边这个句子译的是耍赖，诬赖就是污蔑别人，耍赖、歪曲、不讲理、造谣、诽谤，就是这一类的。且就是做诬赖，就是诬赖，就是这个耍赖。这个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咱们可以那个看一下67页，往回翻一下67页。这样的话，这个67页最上边这一句，你看，亲妹女呢，亲妹是这个大老婆耍赖，大老婆耍赖干什么呢？就是他偷偷的把人家的那个一个生了儿子的妃子的那个儿子给害死了，害死之后他不承认，所以说大老婆耍赖，然后下边就发了一堆那个誓，什么我要是这个儿子要是被我弄死的，我什么这个，结果后来都报应了，都实现了，这就是耍赖。所以这儿呢又有一个耍赖的。这个语法现象呢，就是那个达日切，就是说装作什么样子，装作非常亲热的样子。好，咱们来读一下啊。那nam sa gya mye zar穷，那nam sa给别咱穷咱穷，那nam sa gya mye zar穷，那nam sa给别咱穷，信度罗涅瓦达日切呢，信度罗涅瓦达尔切呢，信度罗涅瓦达日切呢，信度罗涅瓦达尔切呢，
伽灭普穷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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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啦给把银诺塞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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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切索，云切索，云切索。云切索。下边最后一种形式，比拟助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的不，也是大日，也是像什么一样，这个不呢不是儿子的意思了，就是那个跟包窝什么，就是那个形容词尾一样，就加了一个词尾，跟那个大日行都是一个意思啊。的不用在名词、名词性词组和动名词、动名词词组之后，可位于中心语之后做定语，就是像什么一样的什么东西，也可以加阿 K 故意位于中心语之前做定语，还可以加然做状语。这些呢，就是其实你这个定语状语啊，你在里头一看它也跑不了，因为它形容这个名词就是定语，它形容动词就是状语，所以主要是你要是判断清楚这个，就是说它像什么样，它是像什么样子的意思。咱们还来看这个具体的例子啊。的不，君猫亲猫养，君猫亲猫养，君猫亲猫养。君猫亲猫养。这个君猫是后妃皇后，亲猫大后妃就是皇后正妻正皇后啊，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叫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大老婆一样，就是大老婆就是正妻，这就是正后啊，她这就叫王后，跟其他妃子位置不同。养怎么样呢？打瓦仓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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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瓦就是月亮，一个是月亮，一个是年月日的月，这就是年月日的月。仓是齐全，这是一个动词，齐全、足够、圆满。仓库满了哈，仓齐备，足够圆满，这个意思。满月，他这个王后怀孕呐，这他译就把怀孕译出来了，这个句子里头没有。她怀孕满月之后，该9个月10个月满了之后，满月之后，下边啊，Q 且心米读吧 ，Q 且心米读吧心 ，Q 且心米读吧 ，Q 且心米读吧心。，Q 是小孩子，且是什么呢？且就是脸，心也是脸。两个脸放在一块儿还是脸，就是什么呢？是面容，容貌，且心就是两个脸合在一块儿就是面容容貌。米读吧，读吧，咱们说过这个词很有意思，美丽坏，究竟是美丽的还是坏的呢？你要看这个句子的意思。不美丽，容貌不美丽，也就是容貌丑，这个孩子呢容貌不美丽。后边啊，心东的不喜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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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是树木，星是树木木头。同是什么呢？同是一块一段一节儿，就是一块一段一节儿，比较零碎的。星同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块木头一段木头，它原意就是木头一段木头。的不就是像一段木头一样，喜就是不定指代词，就是在是生，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生产的生孩子的生。说这个王后满月之后啊，生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容貌呢不漂亮。星东的不喜就是
像一段木头一样的孩子。这个像一段木头，你要直接它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什么样的孩子呢？这译了一个说像柴棍一样，这就是你翻译的时候啊，你要那个理解的他的意思来翻。你要说像一段木头，那新人们说这是什么样的呀？哎，说像柴棍一样，哦，柴火柴棍啊，又干巴瘦又黑，哎，什么这个就像个句子了，就是米读吧不美丽，就直接译成丑陋。哎，你看说满月之后生了一个很丑陋，相貌丑陋。哎，这不像什么呢？兴东就是一段木头一样的孩子，哎，柴棍儿，这是德不，哎，像什么一样？咱们来读一下啊。君猫亲猫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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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蛙仓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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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且心米读吧。Q 且心米读吧 Q 且心米读吧， ，Q 且心米读吧，兴东德不喜在，心中德不喜在，兴东德不喜在。心中德不喜在。这是一句，再看一句啊。俺你宁听着哇的比，哪里令君走啊？俺你宁听着哇的比，哪里令君走啊？我呢宁心，我呢心怎么了呢？听是什么意思呢？听是出发，咱们前头其实见过，一个意思最基本意思是出发，然后呢出现露出来，哎，出发就是动身，我从这儿出发到哪儿去，这是一个确切的意思。然后一个意思比较抽象一点了，出现露出来，哎，这个着哇是走呢，它有时候不强调走的意思，它强调那个趋向，就是离开。走啊，你看有穷是来，松是走远，它这个走啊，就是表示趋向这个往远处去离开的意思。咱们看这个句子啊，说心这个出发或者叫出现，出来，心出来。着哇走出来，就是心走出来，从哪儿走出来？从胸膛里头走出来，心好像要跳出来，哎，的比就像心要走出来一样，心要离开胸膛一样。下边译的是好像心要被揪出来一样，哎，所以这个你来就是理解了他句子意思之后，你再根据他这个意思呢，再看怎么翻译。我呢，心好像要走出来一样的，怎么样呢？堵哀堂，痛苦。我呀非常痛苦，这个痛苦的就像什么一样呢？这是一个定语，就像心要走出来一样痛苦，就像心要出发一样痛苦，就像心要，这译的好，说心被要揪出来一样痛苦，心紧的不得了。这是米拉日巴的描写自己的心情。下边一句，几炸盖米吞吧，几炸盖米吞，几炸盖米吞吧。几炸盖米吞吧。几是害怕，炸也是害怕，两个合起来还是害怕。盖是话，说的话。米吞吧，吞吧是出发、出现、出来。米吞吧是出不来，话出不来，也就是说不出话，话出不来。后边得不穷，得不就是像什么一样呢？像说话都说不出来一样，像说不出来话一样害怕。下边意思说好像话都说不出来一样的恐惧，就是害怕到话都不会说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像这个一样。
最后这个穷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来了这么一种情况。咱们说穷是来嘛，就来了这么一种情况，让我又痛苦的心像被揪出来一样，又害怕的这个说不出话来，出现了就来了这么一种情况。这个语法意义呢，就是那个的不，就是像什么一样，这个比较好用啊，比较好理解。咱们来读一下吧。아니 닝 튠 조와 더비 동해탕 아니 닌 튠 조와 더비 동해탕 아니 닝 튠 조와 더비 동해탕 아니 닌 튠 조와 더비 동해탕 지자 개 미 튠바 더부穷지자 개 미 튠바 더부穷지자 개 미 튠바 더부穷 지자 개 미 튠바 더부穷看最后一句啊，说身兼他们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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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有情，记啦记，怕得不安，记啦记，怕得不安，记啦记，怕得不安。记啦记，怕得不安。注意那个的不跟 am 之间的那个点儿给它去掉，这个 am 呢是直接跟在那个词后边不加点儿的，am 跟那个它所跟的词儿是不加点儿的。记啦记是一对一，咱们前面学过，就是互相的意思。说一切有情呢，互相怎么样呢？啪是爸爸父亲，的不像父亲一样，像爸爸一样am 或者说一切有情互相啊，应该像父亲一样，就是我把你看成父亲，你也把我看成父亲，互相都像对待父亲一样，都像看对方是父亲一样。am 是或者，或者呢，马的不 am， 马的不 am， 或者呢，都互相像母亲一样，互相看成像母亲一样。下边坡的不 am， 坡的不 am， 坡是哥哥，像兄一样，像哥哥一样。下边一个努的不日，努的不日，努是弟弟，努是弟弟，坡是这个哥哥。这个扑咱们学过，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嘴吹出去的气儿，噗，嘴吹出去的那个气流，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山沟啊最高的地方，沟头，就是山沟开始的地方，从山顶开始，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山沟，山沟头，这两个意思，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它是哥哥扑。这个努啊呢，努是什么呢？努啊是动词，是喝奶，名词就是奶，这就是一块喝奶的那个人就是弟弟，这是扑努，合起来呢就是一切有情互相像父母兄弟一样，像这样一样，后边还有动词，就是像这样一样，然后后边加了一个然，就是做状语，像父母兄弟一样地来做什么？来看来做什么啊？杂醒读吧，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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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是亲近友爱，下边译的叫和睦，亲近友爱也就是和睦，你这仨意思就是一块儿的一个总的意思，和睦，亲近友爱和好。读吧，
读吧就是刚才跟上边那个出现过读吧，就是一个美丽一个坏，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好，就是好。这个地方你看它是怎么好呢？互相关系好就是友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友好的意思。你要在这个句子呀，它好，在句子不同的地方，它好的这个方面不一样。互相关系好，那就是关系友好，友善友好。前边那个呢是和睦亲近友爱，意思都差不多。丢儿就是变成形成，也有应该的意思。说一切有情互相应该像父母兄弟一样和睦友爱。语法意义就是那个的不，就是像什么一样，很简单，咱们来读一读。三间tham戒记啦记，三间贪戒戒了戒，三间tham戒记啦记，三间贪戒戒了戒，帕德不安，帕德巴马德不安，马德巴普沃德不安，普沃德巴努沃德不尔，努沃德布尔杂行独巴尔给尔，杂行多巴尔布杂行独巴尔给尔。杂行多巴尔布这就这一章就完了。时间是多长时间了？好，咱们呢后边再开个头。最后一章，整个语法的第10章是最后一章，复句与连词，就是句子跟复句，就是不是一个句子组成的句子，也就是2个以上句子组成的句子叫复句。复句这就是最长的一个语法现象了，最大的一个语法现象了。学了复句就这个就是句子之内的那个语法现象学完了，现在学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复句就是2个句子以上跟它们之间用什么词儿连起来，这是连接句。对，这是最后一章。咱们来看这个语法现象啊。第一，复句与连词的种类，它分了说复句按其分句之间的意义，在意义上的关系，可分11类。这11类有评列解证，咱们先念一遍吧，先有个印象。对比、选择、连贯、近层、因果、目的、假设、条件、转折，什么11类，就是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有这么11类。连词也可按其所连接的分句或句子成分在意义上的关系，分成与复句相对应的11类，就是有这个11类的连接关系，它就有11类的连接词。实际上这个连接词互相有重复，这个实际上不是有11种。下边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先看连词。他先把连词介绍一下，然后再介绍句子。第一种连词叫平列连词。什么叫平列呢？就是平等的列在一起。实际上咱们平常说叫什么，叫这个并列句，是吧？就是他们关系是地位平等，大家并列在一块儿，就好像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列在一块儿，就是这种，就是实际上叫并列句。并列句就是2个句子的意义是这个地位是一样的，并列起来。这样用什么连词呢？咱们来读一下啊。经、行、兴、将、养、翁、扛。前边3个就是和，他这儿翻了一个耳也可以。什么说因为它是并列，所以就是说既聪明又漂亮，并列。这个聪明而漂亮，聪明和漂亮，实际上它基本含义就是和。下边那个将、养、翁是也的意思，就是说他又聪明，他也漂亮。这样的话呢，也是个并列这个连词。扛那当然就是了，和并且就是什么和什么并列。第二种连词叫解证连词。什么叫解证连词呢？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句子呀，是解释前边那个句子的，是证明前边那个句子的。前边句子是一个主要的，后边这个是来说明它的，来解释它，说的更详细一点，解释一下。
或者来证明他对，给他提供他的论据，提供原因，所以叫解证连词。咱们来看他的连词用什么呢？对，这三个是一类，这三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个冒号，说什么什么，说一个意思，冒号下边呢来解释，下边来证明它，这就代表一个冒号，代表一个停顿。即就是说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后边这个意思，下边来解释它。下边一个啊，多尔呢，这个多尔是什么呢？多尔是这个，他这意的叫总之，这就是也可以概括为这么意思。拿就是如果总，它是简略的意思。多尔就是简单概括，简要的说，大概的说，简练的说，所以他说总之。如果简要的说，就是如果简要的说，也就是总之是概括成一句话。这个为了帮助记单词，咱们也那个夺，把后边那个然先去掉，这个夺呢是经，对吧？咱们前头学过，这个经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指的是交叉处、汇合处。你比如说河流流到这儿呢，汇合了，就是交叉了，这叫汇合处、交叉处。路，三岔路口、四岔路口、五岔路口，就是说路都汇集到这儿，路在这儿交叉，这是它的基本含义。这个交叉处、汇合处引申出个什么意思来呢？就是关键要点，这是一个枢纽，关键要点。从关键要点上呢引出来是经，这是这个藏文里头啊，他说什么叫经啊？你得找一个那个就是相像的东西，他就用这个交汇处来这个做经，要点做经。咱们中国人是用那个织布的经线，做经线是主要贯通的，连贯起来的东西，用那个做经，做经的意思。所以呢，他也可以说多日呢，就可以在这个交汇处，也就是概括，就是简要的要点，把要点概括出来，所以叫总之。下边啊，别呢是例如，比如，打个比方。如果打个比方呢，像这些话的后边啊，都是解证复句，就是都是解证复句，都是什么呢？就是说，总之就是把前边呢我给概括一下，复句是一个解释跟这个证明前面的。比如呢，例如，比如说，也是解释前边的。下边一种句子，第三个叫对比连词，就是对比，就是说两个有这个相比较的意思。用的连词是什么呢？是 ki、以，还有一个阿 k 故意。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的。咱们说过，什么什么的本来是属格，但是如果把它用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后边并没有就是说的什么什么东西，用在中间，它就有一个转折的意思，有一个这个对比的意思，就是说前边是这样，而后边呢是另外一个样子，它有一个转折的意思。这个而就是不同，有这个前边是这样，而后边呢是另外一个样子，有这个意思，强调的意思。第四个选择连词，这个好办，这个咱们也不读了。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前边那个单词最后一个字母重复一下，加个麻，就是是什么吗？咱们那个说过，它是疑问词。这个疑问词呢，它还可以变成什么呢？就是叫这个选择连词，就是说或者，咱们前头刚出现过，或者像父母，或者像或者像父，或者像母，或者像兄，或者像弟，它是或者就有你或者是这个，或者呢就是选择连词。或者有什么意思呢？还可以译成说是这个呢，还是那个呢？这也是个选择连词，也就是说，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下边一个连贯连词，对，
忒。这个连贯就是乃就是什么什么之后，就是说接着做什么，它就是连贯。在这个之后又做什么，它是个连贯关系。忒也有乃的意思。像这仨忒呢，上边刚做了一次冒号，是解证关系，它也可以代替这个乃做以后的意思，就是我先填动一下，做了这件事儿，停顿一下，然后下边呢接着做另一件事儿，所以它有以后的意思。第6个是近层连词，看啊，马赛、基儿、觉，这2个应该连起来，基儿觉，基儿觉。马赛是什么呢？是不但，赛是穷尽完了，马赛是不完，后边还有，所以就叫不但这样还怎么样，不但而且，马赛就是没完，还有，不但这样，它是近层关系，就是什么呢？加剧，在前边的基础上更加如何，不但这样，而且还怎么样，就是它叫近层，既深入一层，高一级，这个意思。基觉是什么呢？是咱们前边刚看了那个，就是有一个一般是这个不往回翻了啊。基就是一般普通，一般是这样。觉就是特别是，就是一般怎么样，特别怎么样，这也是一个近层，就是一般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些呢特殊的呢，它会更那个怎么样，这是2个近层关系。下边因果连词，七日，多不给，后边这个被为就不管它了啊。七日是咱们前边出现的时候是晚一点儿，或者是说在外边，还刚才出现了一个是往回，现在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由于什么，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它是因果连词。多是力量，威力。给是句格，由于什么的力量，就是解释原因，由于什么的力量造成这种现象，造成一种结果。这个多给呢，就是由于什么力量，就是原因，它是原因。的给，这个的给呢，也是这个，就是它是原因，因为什么，它就是这么一个做原因的词。后边这个呢是某一个名词的词尾叫巴或者是娃，巴娃呢加个撒就变成了句格，它有时候就是原因的意思，由于这个原因。下边八目的连词，就是前边讲原因，七是讲原因，后边这个是讲目的，讲果。七日切度赖度群度，这个咱们前头都学过，出现过，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什么目的，目的连词，就是后边这个句子呢，就是表现这个什么目的。翻过来，第9种是假设连词，拿凯的拿，咱们说过，主要意思就是如果，那就是个假设，如果这样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个假设，假使是这样的话，凯的就是假设怎么样，万一怎么样，也是如果怎么样，也是假设的意思。凯的跟拿配合起来还是假设的意思。第10种是条件连词，拿呢就是咱们前面刚才说了，如果，其实这个如果就带有条件的意思，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它就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就有条件。但是翻译的时候可以把它翻译成有这个条件，你只要有这个条件，它就会有那个结果，所以可以翻成只要，实际上跟那个如果的意思是一样的。后边这个起单儿样，就是起单儿是怎样如何，怎样也就是无论如何也，不管怎样也，就是这么个意思。最后一种转折连词，容，这个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容是可以、适当、适合，可以适合。咱们前头出现这么一个句子，说这个上师不传，没有钱不传口诀，说到别的上师那儿去呢，容也可以，但是呢，你没有这个不要供养的呢，是不会有。那就是说虽然可以到别的上师那儿去，但是呢，没有供养还是学不了法。所以这个容啊，它就有这种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虽然但是，虽然这样可以，但是呢，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容它就有这个虽然但是的意思。后边将、扬、昂都是也的意思。也呢也有这个意思，虽然怎样，但是怎样。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这样做你也不行，你虽然这样做也不行。这个也呢它也有这个就是虽然但是的意思。云讲也是就是虽然怎么样，但是也不行。好，这是连词先熟悉一下，然后把这个我念一下啊。这个因为很简单，在连词和复句的关系上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连词和复句虽然在种类上对应，但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固定的。同一类复句可以用好几种连词，同一类连词也可以用在不同的复句上，这个就一听就懂啊。其次，连词不但可以连接分句，而且小可以连接词和词组，大可以连接句群或段落，这个也好理解。再次，复句中分句之间可以有连词关联，也可以不用连词关联，或用其他类词关联。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复句之间它不用连词，一看就明白，就是并列的呀，什么解释啊，它就不用连词。也可以用不是连词的词来连贯，只要能看出那意思来就行。最后，复句有多重的，因此形式上处于两分句之间的连词，实际上可能连接的不是前后这两个分句，而是前面的一个或几个分句和后面的一个或几个分句。就是说复句啊，不见得就是两个，有3、4、5、6，可能更多。这个连词呢，可能连的呀不是前后这两个句子，是连的这个很多句子，这个一听就明白。下边呢开始介绍平列复句或者平列连词，我觉得叫并列好一点啊。这两个就平列复句分句之间意义上是平列关系，在结构上用表平列关系的连词关联。表平列连词的连词这多了，咱们来读一下啊。经、行、兴，这个是和。拉，拉也是和，它也可以代替这个就是和的这个连词。将、扬、昂就是也，怎么样也。唐、忒心、忒行度，忒心就是像什么一样，像那个一样，像那个一样也可以译成同样，同样后边这个事儿也是同样。嫉妒呢，泥塑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呢，就是如果在一里头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其一。就是我下边要讲3个问题，在一里头包括什么内容，泥塑在2里头包括什么内容。就是标个标号，一来如何，二来如何，首先如何，其次如何，就这个意思。其中有的也可以连接词和词组，就是这些连词呢，可以连接句，可以连接词。好，先看这个经、行、兴和拉，用于前一分句动词或形容词词根之后，表语后一分句是平列关系，这个不用这个注。这个经、行、兴属于什么呢？气差。这个气是词，差是连接。咱们那个差动词就是会面嘛，见面、相会、相遇。这个你要是直接这个气差就是什么呢？叫相遇的词，词相遇就是把词给弄的就是把2个东西给弄得连起来的词儿，所以实际上直译叫连接词。
它这呢是虚词，虚词就大了范围，实际上虚词多了。这是连接词呢，也是个虚词，和就是个虚词，所以呢，这个差就是连接词。咱们来看一个啊，给不提猜题呢，给不提猜题呢，这个实际上咱们前头大概那个用过这个句子，王子他那个王子那王子。猜题那个园林，那个花园，那个林子，那个园子，在那个园子里，说那个王子呢就在那个园子里。独景瑞毛切多，独景瑞毛切多，独是坐着，短时间就是坐着，长时间就是居住，就是住在那儿。他这就是在那个花园里坐着。经就是一个连词，他不光坐着，还做其他动作，就是并列的。他一边坐着一边做什么动作呢？瑞毛是乐器，且就是做乐器，就是用乐器做事儿，就是奏乐。他那个呢，这就是那个王子被他哥哥把眼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被他哥哥把两眼弄瞎了。就想让他回不了家，他哥哥当国王就没有敌手了。他瞎了之后呢，学了一种乐器，就坐在那个园子里头啊，在那儿奏乐。这是被那个大雁找到的他的。这个景的关系很简单了，咱们读一遍啊。给不提猜题呢，给不提猜题呢，独景瑞毛切多，独景瑞毛切多，大概一共多长时间啊？那行，咱们整个读一遍就完了啊。翻回来158页第16句啊。坡张东汤等嘎给，嘎汤等卷狗肉，脚给嘎恰，可我你扛大了，给苏翁所脚了，7米当晚儿他们戒备，第样你紧了，戳了产毛新度，去吧儿绝，马哇那么啦，普心强吧儿绝，给我谈把人亲心，南巴军都给了多美，给我安巴上大心，军赛咱们给托马节，独求人松娘白，罗热咱马多，秋波南尼尔达尔秋，雨波南尼尔心多，年生切位，金达尔金巴尔绝，匈羊家雀，丁达尔色巴尔绝，拉麦西沙西多，他牙东着绝色儿，行卓瓦达尔切，那南沙给灭扎尔穷，新都罗涅瓦达尔切呢，
给灭普穷错的，给灭普穷错的，俺让啦给把银诺塞儿，我让啦给个银老师儿，晕切说，晕切说，军毛亲毛样大瓦仓内，军毛亲毛样大瓦仓内，口切心米毒吧，口切心米毒吧，行动的不喜在，心中得不喜在，俺你人群着瓦的比都爱汤，俺人群着啊得比都爱听，几炸盖米群吧的不穷，几炸盖米群吧得不穷，身间他们借记垃圾，身间他们借借了借，怕的不安，他得不安，麻的不安，拿得不安，扑我的不安，我得不安，怒我的不日，怒我得不安，杂行毒吧比儿。咱先读吧儿句儿，最后一句，咱们过来，给不提才提那，给不提才提那，读经热毛切多，读经热毛切到，